大家好，我是侯文章啊，我只做爱怨恨阿妈的外孙内边和马来西亚人、佮台湾人我被创的艺名啊，上甲伊个男主角就是大波孙 M， 按照台湾人爱叫伊小安，哎呀，老人真正死煞 ，M 甲 N 到底是哪不清楚呢？啊 ，M for Malaysia。N for Nepal， 尼泊尔。你人家己去安尼款联想，会使分清楚啊。你讲是 M 是 N 吗？我知你人按照confuse 去 M 这款是看嘴音，接 ，OK？ 你爱讲 M 的时候，这边接，到底有偌艰苦？我知了啦，因为华北句是无相甲心，这款用 M 来修补的音，华南的汉人的传统的甲你人的后辈的名配上比如讲阿明、阿丽。安怎你来一帮杀掉？安尼款的叫法，你走去用小安尼表示啥物？我已经外身份了，我是华北人了，我唔是华南的后裔了。